济州航空即届事故有专家讲，因为这机场的跑道伤短，飞行机降落的时阵直接冲出跑道，弄到枪位啊爆炸。不过翻头看咱台湾的松山机场，跑道是2600公尺，其实是比人较低。虽然松山机场有一个 EMAS 纳载系统，飞行机若是冲出跑道，会当有存救的空间。不过减少灾害效果可能嘛是有限。 班机冲出跑道了后，卡伫草坡啊，机上乘客为冲去倒升推离开机舱。2004年，复兴航空班机降落伫松山机场的时阵，冲出跑道，敢若差15公尺就弄到围墙，一直到隔工又拖车拖走。运安会当时伫事故调查报告建议松山机场会当参考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对受限都市发展一甲天然障碍物的跑道去 EMAS 工程拿走系统减害。EMAS 本身是一个轻质混凝土的结构。 那也就是说，当飞机在一定的速度撞到这个轻质混凝土，飞机里面的发动机跟飞机的蒙皮结构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所以这个轻质混凝土就会散成一个粉末状。 运安会表示，EMAS 工程拿走系统使用紧脆的材质，会当吸收飞机冲浪的能量，特别适用到飞行低跑道机场。松山机场嘛，捌伫面册专业介绍 EMAS， 就亲像是插杆啊搭起来，万一飞机脱离跑道尾站，会当有效降低飞机的损害。伫全台湾国际机场、桃园机场、甲台中机场的跑道，拢超过3600公尺；高雄机场跑道原来有3100公尺，上机跑道相对上短，嘛是台湾国际机场唯一有装 EMAS 系统的机场。学者指出，无论是 EMAS 还是机场围墙紧脆的材质，拢是预防性设备。若是用伫即届济州航空事故，效果嘛有限。EMAS 也不是一个万灵丹，如果今天它脱离跑道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逃脱了这个 EMAS 可以拦阻的这个效益。 若是有人嘛关心事故飞机机型737-800型安全议题，民航局表示，目前咱国敢若华航有10台737-800，机龄9.2年，已经要求业者检视航机记录计相关系统检查的次数、测试的项目甲记录，同时要求业者针对所有的机队，伫空机的时阵，若是拄到任何紧急状况，应该按照标准流程处理，甲地面联管单位保持联络，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